关嘛是医疗的消息，来看到治疗细菌霾菌有上新的发现。科技部和海洋大学做伙研究，发觉到一款草啊，若是利用特殊创回小处理过，就会当做一款生物的活性炭。这款的活性炭会当透细菌霾菌对抗病毒。团队经过实验的证实讲，生物的活性炭若是运用伫咧治疗超级细菌感染的这个空喙，会当控制细菌率到99%，空喙要好的速度嘛是一般抗菌剂的2倍。大火一个开，中药先甲摕落去转，汉软的草本中药就大功告成，受到老祖先这个中药智慧的启发。有研究团队发现讲，会当从特定有医疗效果的食物内底来甲制造天然草本生物的活性炭。这通运用伫咧抗菌、抗病毒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顶悬。你不同加热处理，你得到的活性成分就不一样。如肠病毒起始异性感染的抑制，另外一种是在有一些甚至连超级细菌都可以抑制作用。若甲透过特定的加热方法，安尼会当甲天然抗菌的材料，甲整做活性炭。以黄姜仔来讲，若是黄姜素甲控制伫咧100度到300度来甲加热，过来用特定的技术，安尼就会当来甲制成这个姜黄的生物炭。研究团队把这个姜黄的生物炭，甲运用伫咧当病毒71型的这个治疗顶悬，发现讲会当安尼有效来压制这个病毒。若是搁进一步来甲追踪，会当发现到，因为这个生物的活性炭是对这个草本食物来甲处出来，所摆伊的生物性的这个毒上低，也搁有关生物烧麻性的特点，所以就较袂引起这个药物的发放的现象。若是甲用伫咧这个空喙的膏疗顶悬，安尼就会当比一般的抗菌剂，互空喙生麻的速度上少加紧买2倍。人体的话，我们现在唯一要走的就是预防作用，举例做成喷剂或者是吸收剂，这个是可以的，这进入商品化会比较快。目前第一阶段商品化会以农特水产品为主，打造无抗生素的养殖环境。另外一部分嘛来制造这个预防病毒、细菌的喷雾甲洗手剂，也若用来做膏疗这药品，是后一阶段的目标。希望这个草本食物的新科技会当有效来治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